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5，申命记4章40安尼讲：只有恁才会忠诚军队上主，恁的上帝的人。今仔日荣耀活着。三甲来祈祷，因为阮忠诚军队，互阮通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阮丰盛的活命，互阮饱满的恩典，万项的恩赐，无限的福气的创造主。主啊！你的信息遍满伫全地，你的公义临到伫世间。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大声来学罗你的名，也要宣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愿明你祈求，求你阿耳空来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世间无有啥物通互阮来挖靠，也不要啥物通帮咱，只有你是阮活命的拯救甲愿望。主啊，只有阮来忠诚军队你，阮的上帝。今仔日，阮才拢通得到活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